把猪肉往铁棒下推，要专注，否则几百磅的力量施在竹棍上，吴第一曾被打到头、打到下巴，眼冒金星。我们的贡丸是用锤的，其实跟做保健一样哦，要这样千锤百炼，要用心来做。有13年经验，吴第一还是战战兢兢，反复锤击，把肉的盐溶性蛋白打出来，过与不及都会影响口感。70年代的老机器，20分钟只能打30台斤，还很花人力。别的业者早就改用一次可以处理300台斤猪肉的搅打机。我们是不求快，我们是求品质，我们是求传统的做法。第一代经营者吴家根做30多年，不改变广东客家师傅传授的方法。打好的肉浆和猪油按比例搅拌，也需要全程控管。还很粗啊，不要紧，就不要紧。好了。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经验判断和专注力，最后关键成型蒸煮时的水温控制一样靠经验。太过头的话，它会有点膨胀之后，它再缩回去的时候，它的弹性就不好。它如果没有煮熟的话，它的保存会不容易保存。凝聚几个小时的专注，再等到一个个贡丸从水面窜出头，才大功告成。从以前我们还有利润，到现在我们只赚薄利。这个技术说真的没有坚持的话，没有办法一直在做下去。香山应该唔会做，古所以爱想传承下去。年轻人比较不愿意做，所以我想传承，对不对？香山唔他冇爱做，古所爱想传承下去。在辛苦的过程中，曾想过念财税的儿子去考公务员别接棒，但又怕传承一甲子的贡丸就此消失。父子俩不是没有选择的余地，而是决定不放弃。客家最传统的就是坚持。他有一个坚持的精神，把我们客家美食传承下来，不要有断掉这个香。香山人较无爱做，古所爱想传承下去。香山人较无爱做，古所爱想传承下去。谢谢宗仪老师。